大家好，今日咧為大家介紹我哋嘅網上地圖 mappinghongkong.org 嘅一項功能。mappinghongkong.org 嘅內容咧，其實係由文化及媒體教育基金同埋10個嘅社區團體提供同埋製作嘅。佢哋嘅內容咧係會以 collection 嘅形式咧顯示嘅。我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其中一個 collection 啦，佢叫獨立書店，裏邊大約咧係有100間仍然營業啦，同埋或者已經結業嘅獨立書店。你可以咧睇到呢啲書店咧嘅地址啦，同埋地理上嘅分佈啦。咁部分咧仲會有一啲照片啦，同埋其他嘅資料嘅。同時咧，你可以喺你嘅手機裏邊咧，將我呢個 collection 咧做成一個 shortcut。咁例如啦，好似喺 iPhone 裏邊咧，你就可以分享，同埋咧就放喺個主頁面嗰度嘅。咁咧，你就可以隨時咧用佢嚟咧去揾你想揾嘅書店。獨立書店呢個 collection 咧嘅內容咧仍然係不斷更新同埋修改嘅。如果你有興趣幫手咧，歡迎你電郵俾我哋。